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听讲有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空手而回。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何时才会出现呢？小朋友，靠我，就是这个所在。今日要来摕宝藏，恁敢有信心？有。敢若你有俩，你有信心无？有。啊，你有，大家拢有信心。安尼，咱即摆会当拜托石门神，紧开门啊！石门神开门啊！哈哈哈！队长，你今仔日真准时哦。嗨。甲这个小朋友全部吵来到这，我来问恁，恁是为倒位来的？为台北市来的。哦，台北市的小朋友，恁若是为台北市要来找这个智慧之神，你阁有啥物方式会当来找智慧之神？计程车。计程车真好呀啦！啊你公车。公车，我嘛袂。行路。行路嘛足紧哦。骑脚踏车。骑脚踏车，我坐飞轮机。哦，探险队长，你应该是好野人哦。大家哦，对这个交通工具拢非常的了解。想要摕到宝藏，就要靠恁家己。今麦提出你的精神，也够困难，大声讲出恁的队名。阮是万灵游戏队，欢迎光临。奇怪，现身无伫个。唔好来，来，哦，开始，配嘞。书记，请你载我到中孝东路。中孝东路，歹势，我无载这个人客。哦，你今日无法度啦，我这只车哦，通啊坐3个人尔。然后头先你嘛讲，恁定定拢有伫坐车的，是毋是？有啊，所以恁对咱坐交通工具敢若拢真了解哦。俺就来考恁甲交通工具有关系的题目，安尼有信心无？有。虽然敢若较细声，啊，感觉对恁的眼神看出来，敢若有淡薄仔信心。无咱就是才来考看卖啊，就知影。准备接招，起来ka！台语上练档，连下顶的2个人爱形容因看到的物件，作答的人爱选出正确的答案。伫因搬落来进前，看绕着几题，就会当摕到相对应的金箍箍，提出恁的勇气来过关啦！好，恁敢知影？伫台湾上常用到的交通工具是啥？火车。什么火车？哦，是机车。咱台湾吼骑机车的人口实在是真侪。好，即马就是来考恁今仔日吼对交通，咱台湾的交通到底有偌了解？准备好未？好。来哦，准备接招，拼来噶！来开始透，紧！开始哦。不是你，不是豆豆透，你透较紧的，认真透较紧的，紧透。较紧的，但是。好，快看，来开始应用。那是你着伤就着伤的坐哦。好，来紧，后一个，紧 Q， 迄时啊足拍拼 Q 的啦，足拍拼，搁较拼的。紧的啦，恁朋友在哭啊啦。关路，好，来开始应用。小朋友就爱算一个。小朋友爱算的。是上，阿雄，你无少讲这话。够人啊！够人啊！伊问你够有人啊？有人啊！有几个人啊？ 2个。2个？对，2个，紧来！
会使搁较紧的，嘿，来，你看徛到后壁，一直 Q， 一直 Q， 嘿，对，过来，哦，啊出来了，好紧的，摆好正好看。就这是是啥？断水乌者水内底，这种水内底啊。放伫水内面的，看你最内面的，敢是古早的？敢是古早的？古早。啊，用失败哦，记得哦，是古早，伊讲是古早的。红色的。伊讲做生啥物型？是。快者哦，后一个。紧，开始 Q。冠如，你唔好当作伫厝会困呢。不要紧，加油哦！看到就甲 Q 咧，搁加油个。好，较大来的啦。台湾都有这种物件，足大的。敢是有链啊。全台湾拢有链啊。敢是较旧的？较旧的。足久以前就有啊。足久进前就有啊。足久进前就有啊，来后一个。后一个。冠如嘿，迄线靠在头壳落，免管伊，直接甲 Q 落就对啊。冠如。会。啊，你爱超正。伊敢会喷物件出来？喷物件无？会喷水。伊敢会当滴滴去哩？伊敢要当滴去哩？还是？爽。头前其实算问了袂歹，啊，顶个评算足够问的哦。来，咱来看卖其他的是啥？哦，这是啥？你敢知？水灵车。哎呦，消防车对，消防也是拍火车嘛会使。救灾，等于有三种讲法嘛吼，水灵车、拍火车、消防车，拢学着啊吼。好，过来看卖一个。好，这名念敢知？这啥会晓念？袂晓。厨房厨房车，就是咱的滑板车嘛，大家拢知影滑板车，但是唔知影讲台语是念厨房啊车。来看卖哦，冷泉头先有讲到啥？去互你摇着。红色的，我来看卖这其他有啥物色？哦，白啊，就汽船啊，迄种竹白啊。芳泉，哎哟，有淡薄难。色水敢若可能会变成一个关键哦。搁较好讲的啊，什么节日？你食啥物物件？是食啥物物件？我小麦可袂晓咋？啊5、2节，安尼了解无？嘿，哇，我感觉这个题目真正出了实在太好啊！到底是要安怎选啊？这是要安怎选？速度拢有紧吧？拢算紧。足久进前就有。上班的迄个。上班呢？啊，你也唔知其他两个啊？哦，你确实是上班迄个啦。我亲像是一种动物。冠如上班啊。嘿啦，冠如上班，嘿对。啊是互冠如形容一个。形容一个。来，我看卖要形容倒一个吼。来。冠如来形容一下。那这你要怎形容？想者。会喷水是啥？但是其实伊讲了无唔对，是啥讲喷水的？阿瑞真正会喷水的。啊，那是火烧山的时阵。火烧山。喷水啊！真正会喷水啦，咱拢甲误会。对，咱都甲误会。嘿啦。好，恁拢总钓到4题，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会真厉害哦！第一个关卡就通摕一个金箍箍，后一关我就唔知影。准备接招，来起来个！爱讲才会赢，三个人会一直耍位，轮到想就爱来回答。第一阵是甲恁队长合作，看到的偌济就金箍箍通摕。第二阵话恁爱甲我对决，若是赢我，会当摕到金箍箍，准备接招啦！哦，这个关卡真正，大概来比赛拢淡薄仔紧张，所以吼，我先问一下问题。好。若是吼要坐车的时阵，敢若有司机甲你爱坐的位置是伫倒位？你爱坐你搭？开始上正确的位。我要坐车后道。车后道。你要坐后道，很开迄个所在。后道。哦，啊，你是真特别啦，因为等第一关阮就感受出来，吼。好，安尼你坐后道，啊，你坐后壁。
你感觉倒位？树根的边啊，边啊，嘿啦，爱坐边啊啦，坐副驾驶座啦，坐副座通常咱坐后壁的位，拢是互咱的长辈坐。咱有囡仔人若是去哩，当然是先坐副座。好，即摆来出第一个题目，一家路会看到的车是啥？现来噶，开始。小红车。对。T 马对。救护车。对。阿瑞。警察车。哦，警察车好对。拍火车。拍火车唔对，因为你头先讲过，你消防车你搁想要？多摆。哦，倒摆对。我跑车。跑车对。机车。机车讲过啊，哦倒摆吼。车。公电车。工程车哦对，工程车你算你对啦。好的车。好的车，校车。好的车。好车好啊，会使。好的车。我跟你讲，我阿伯车。我你阿公的车咧。我讲搁有啥物车？我讲客运车。客运车学对。三轮车。水。印象哦。看我是无效的，因为我嘛唔知。好。来。公车。公车有讲到无？无。好水。来换阿瑞。派去的车。哦，时间到。时间到。我看到时间到。好来。头先搁有啥物车你有想到的？有无？还是拢叫人讲了了？讲了了。游览车。卖冰淇淋的车。会敢若袂使嘛？公车。安尼即摆来公布恁钓到几题？哇，恁拢总钓到11题，真厉害咧！啊，毋过无法度钓到半个金箍箍，歹势，爱12题啦吼。所以后一关就换我来甲恁 PK 啊！我只要讲袂出来就输啦。好。这真正是民主问题。准备接招，现来噶！这起来就开始刺激啊！好，准备好哈。好。考一个较难的，讲出金属做的物件。金属做的物件。好，想者哦。好来。现来噶。手指。地沟。地沟有。花莲。手表。手表啊，你讲去。加刀。加刀。翕相机。相机。伊讲了，佮看你呢。甲我看一下。戏机。盘。啊？什么盘？菜刀。哎呦，叫你同尾一秒摇出来。菜刀。时间要到。摆落。时间要到。时间要到啊！喇叭。啊，输去啊！输起来想啊！差一秒，可惜。到底还有啥？咱甲大家分享一下好无？锁匙。嘿啊，瓦地嘛拢有迄个金属做的嘛。衣鞘。什么叫衣鞘？衣鞘啦。汤匙。实在介济啦。电视机遐电器。徛咧遮时阵真好讲对，咱徛落来拢最好讲的。但是这一切拢无啥物效啊，因为我已经输啊。不要紧，就因为我输去啊，我差一秒。恭喜恁第二关，甲我拍败，你会当摕到半个金箍箍。真后，麻烦恁三位退后一步。准备接招第三关，现来噶！选你无毋对，这关要来看影片，内底有题目，
白雪雪甲红吉吉会讲出因家己的答案，恁就要判断选看谁才是对的。若是选唔对，恁就会失去2位队员；若是选了对，就会当摕到金箍箍哦。今仔日讲到真侪车，有一种车叫做客人车。咱台湾有一间，就是全世界第一个用客人车做的这个主题博物馆，所以带恁来看卖下者，好不？来，先来教。今仔日带大家来客厅车博物馆踅踅，内底收藏的车真奇卡，红的、白的、黄的、乌的，啥物色拢有呢。这种车叫做牵车，听讲嘛是古早的客厅车哦，是毋是真特别啦？若是讲到特别的车，我就来问大家，恁敢知影5分仔车是啥物车咧5分仔车是啥物车？车敢捌听过5分仔车？有。哦，你有听过哦？哦，你这真正足够的。啊，你有看过其他的客人车的型吗？还是讲伊讲的拖车？德国的。德国客人车啥物色的？美式的。美色。哇，你有去过德国？哇，你呢去过足侪所在的咧。好，啊无咱来听看嘛，5分仔车到底是啥物咧？请讲。白雪雪讲来，互恁知，互恁摕到金箍箍的笑嗨嗨。5分仔车呢，非常的简单，因为台长的火车叫做5分仔车，5分的就是一半意思。这个国际标准的铁纪录，伊的跨度是143.5公分。啊，毋过呢，咱台长的火车呢，敢若一半尔，是76.2公分，所以呢是标准的一半，所以叫做5分仔车。安尼恁知影无？哦，有道理哦。咱听看觅红吉吉安怎讲？我是红吉吉，听我会互你食饱哩哦。我甲恁讲啦，这台车叫做掀挂车，伊的挂吼会使掀起来，啊，因为呢伊的车身阁是一般的车的一半，所以叫做掀挂车哦，嘛叫做5分仔车。哦，多谢红吉吉。你先讨论者。姓熊拄则听红吉吉就讲安尼。哦，唔对，你讲感觉白雪雪？我看过。你有看过？5分仔车。你有看过迄台长的迄落火车？我冇看过，应该是5分仔车。啊，德国有5分仔车无？啊无啊，哎，总算是咱家，敢若咱家有啊，咱家有诶。好，无要紧，最确定是白雪雪。好，白雪雪，敢安呢？厉害！哎，真正，所以5分仔车知影啦吼。啊，但是掀挂车敢是啥？你敢知？其实就是敞篷车，就是跑车无。咱就是来开棚啊，若讲开棚啊。哦，漂配，我开棚啊，拍七啊。可以啦。安导。对。好，来即摆看后一题。咦，这台客厅车敢若毋是台湾的呢？哎呦，惊死我啊！险啊，互伊弄着啦！原来这款客厅车有司机替人客开门的机关，听讲人客若是家己开门，是真有可能甲车门弄歹去哦。安尼颠倒会互司机讨厌呢。有时阵，咱若是伫咧毋对的所在砸车，嘛会互运将讨厌哦。恁敢知影砸车的时阵，应该伫咧倒位才是正确的呢？砸车伫倒位较正确哦？先听看觅白雪雪甲红吉吉的讲法。砸这个客厅车一定爱伫路边，人较少的所在互这个客厅车司机有时间有这个时速会当看到即摆车较无人，我会当刷较边仔的，互这个人客安全就车。所以呢，爱伫边仔就车才是安全。吼，真有道理哦。红吉吉，你感觉咧？毋是啦。就是我甲你讲，你一定爱伫咧这个路口来甲砸车，也是伫咧这个挖角的所在砸车。你若有看到车来，要闪嘛较紧啊，所以爱伫咧路口。好，到底路边还是路口？倒一个较安全啊。路边，这你确定？路口弄掉，危险，刹车河。
因为当时你路口敢若口闸，因为路口就是车人上济的时阵。别人看袂到你。对。哦。因为伊是挖角，对对啊。挖角。别笑笑。啊路边但是就是车较少，嘛足歹载啊。毋过安全来讲是路边还是路口？路边。路边较安全。哇，恁足确定的咧，所以确定的答案是啥？白下。好，敢安呢？所以确定的答案是啥？白下。好，敢安呢？真正足够的呢！啊，你平常时啊，敢有就定伫砸客停车？有啊。搁一个好搁一个啊，搁一个好呀。无啦，毋是安尼啦，就是落地较深嘛。恭喜恁钓到2题，会当摕到一个金扣扣。真后有2个半的金扣扣，会当来选择咱的宝藏。好，到底恁有运气才好无？现来教。好，到底今仔日的宝藏会用炸炸无？我是毋知影，因为你有2个选择，嘿，请开始讨论。好，恁想要选倒一个？长尾山牛还是石好？石好，哪里？咱今仔日讲遮尔啊济，甲车有关的，你无爱选一下石好不开车？石好不开车。哪里香？因讲哪里香？先哪里哦？哪里？好啦，先手放好，手放好，确定哦？好，先哪里哦？请起来。哪里？啊！无物件。无物件。还有一个机会。失去了一个机会。哦，想者。要紧，有啥物想法直接讲出来。长尾山牛。长尾山牛。是安那选长尾山牛？就是要想要选。长尾山。想要选。就是想要选。伊感觉有可能是长尾山牛啦。哦，咱就来看嘛。就是一个感觉就对啊。好，来，手放好。你干嘛？到底是不是长尾山牛？宝藏敢伫内面？起啊！下起来！那是哪一个啊？不是长尾山牛，到底是倒一个？拍开看卖，到底是伫倒位？好。就伫个石虎内面。石虎啊！开始就是。是不是？石虎不开车。我头先讲石虎不开车，已经是真大，甲你提醒我的。定准你讲，啊，就一定袂。你讲，你搁讲一届，你搁讲一届。你感觉安怎？我感觉讲，若是你讲，就一定不是。你感觉是很近啦。好，要紧有当时啊，就是安尼啦。错人袂使提起，好无？好，无要紧。虽然咱无摕到宝物，啊，毋过咱通啊摕咱的金箍箍，互你做纪念。做纪念。看下者，互镜头小看者。金光闪闪，你摕起来互大家看者。多谢。是袂歹，真水吼。这金箍箍外口买无的。嘿，无要紧，虽然无摕到宝藏，后抓搁来挑战，搁来好好算游戏，好唔好？好。安尼，爱继续学台语，继续讲台语，非常了不起。欢喜学台语。再会。阿哥再过来哦。这我看一下。阿哥再